大家好，我係4B 班嘅龍錦航。今日我會為大家介紹適合秋天進行嘅活動。因為點解學校旅行通常係會喺秋天進行呢？因為秋天係乾燥涼爽，唔會似夏天一樣有颱風。冬季又太凍啦，所以秋季就係最適合去進行學校旅行。同埋喺秋季外，除咗去學校旅行外，仲適合進行登山，因為涼爽乾燥，同埋冇雨，唔會有濕滑天氣。同埋但係秋天天氣乾燥，我哋喺燒烤時應該要清理好任何所有易燃物，然後燒完烤之後仲要熄滅會引發火災嘅易燃物。如果我係呢次秋季旅行嘅安全小隊長，我會提醒同學們注意3樣嘢。第一樣嘢就係去秋季旅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唔好靠近水池，仲有斜坡之類嗰啲地方。第二，喺燒烤嘅時候一定唔可以伸隻手入去個爐度，因為咁樣會燒傷。同埋最後一樣就係唔可以互相追逐打鬧，因為可能會受傷或者同老師走散咗。我嘅分享完畢，多謝大家收看。